请问，伫咧台湾早期倒一天吼嘛是父亲节，就是爱早好料的，互咱的老爸吼食补，表示咱友好啦。嘿，倒一天咧？A. 当做 B. 入夏4春分。你有40秒的时间，当节日下。入夏，春分，当天的时阵，补嘛吼补，对啊。好啦，完了了哦，所以我的答案啊，这个吗？啊无咧，你敢真正这啊无是需要？要丢你啊啦，啊，不是，阮遐名输啊未超好为你决定啊。这无时间的限制。哦，你要讲，这敢有时间限制？有咧40秒啊。 40秒啊，40秒嘛是时间限制啊。不过你若是有饱是不要紧啦。啊，解说者为什么要选啊？是是是要选我是安尼，阮是安尼想啦，因为若讲补，食补应该是人要寒人来，哦，要寒的时阵立冬来补一下。补者，啊，若抓就无嘛这。道理啊，无这热天补就好免费啊你。是，啊，若春天咧，春天哦，拢咧困较济啦，较凉咧。春天啊，无一年开始，一年的开始，无春天我这个过年食较好，较近这应该免啥补嘛，哟，对无？都试落啊哦。当当当当，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A。好，咱来看者，当节对唔对？没有啊。真正 thank you 啊，Thank you 啊。 ，thank you。 B 入夏补老爸，哦，入夏补老爸，入冬补喙空。对，咱一般拢会想入冬补喙空，毋过是入夏才是补老爸。日黑对唔对？咱伊分数今日了落。嘿，Thank you，讲台语加1万。咱一年有24个节气，啊，其实咱在讲什么时阵补什么人哦，是阿文斗古的话啦。所以讲入夏补老爸，啊，伊拄则有讲国母补老母，哦，这拢阿文的啊。这两个节气相换啦吼，啊，补老爸这天吼就是伫入夏这天吼，查某囝会去买面线啦、猪脚啦，互老爸食，佫会买水衫互老爸穿，吼，这是古早咱咧庆祝老爸、咧纪念老爸、友好老爸。一个特别的这日子啦吼，所以讲这是咱古早的台湾的这个父亲节。